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礼教会影像特刊。西礼教会历史大约会当分做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79年到1910年加东仔时期。第二个时期伫1911年到1951年，称作大东路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对1951年到现在，称作延平路时期。主要1951年10月28日，迄阵西礼教会新礼拜堂落成无偌久，林景信牧师请辞教会牧师的函。西礼教会延平路时期，伫1951年到现在，廖文进第一次出家了后，认真礼拜，也改掉食薰的习惯，将省来的薰钱奉献予教会。1951年2月23日上午8点，伫高潮亭长老主持奠基典礼下面，新礼拜堂甲牧师馆开工。同迄年9月18日，农历8月18日举行献堂式，各地的教会与会者来宾大约1000人，真盛况。建筑总经费是新台币144714块65钱。信徒奉献不足额的部分，大部分是廖文进所奉献。当完工也有部分的不足额，廖某单名囝长老卖5分田，到乐观来补足。当当时的牧师是林景信长老，有单名囝高秉忠高潮亭食新法，将福平顶5位。这次有听天恩、谢义同、杨义峰、廖子豪、廖志美、李宝6名。这是延平路新礼拜堂落成献堂的大合照。迄当时牧师是林景信，献堂结束，林景信牧师请辞教会牧师。新礼拜堂仿高迪式尖拱形挑悬的建筑，直直向上的简单构图，予人有悬入魂的庄高感觉。伫顶悬有一个钟楼，钟楼是整体建筑精神所在。礼拜堂也甲廖家的大圣堂类似，采12寸的砖仔壁来拟的，搁用台语罗马字写“基督教会”字样，清楚标示这栋建筑物属伫基督教会。礼拜堂采皂白雕栏，以避东北季风来袭，所以教会大门面向现在的中山路，平常出入是对延平路的正门出入。早期礼拜堂甲牧师馆相款是用宜兰片水泥板做外墙砖塔下面，一来美观，二来有遮护帮的作用。只可惜现在只有敢若剩
牧师馆还保持有原本的样貌。当初建筑的款式延续西丽老街风格，这两栋北美属伫西丽老街后期的建筑作品，予人有怀旧的感觉。延平路礼拜堂伫1951年9月18日献堂，这是西丽教会的第3栋的礼拜堂。这是教会的正塔，伫1986年3月初2，小港的何婉模先生一家人赠送本堂东正一座。这是西丽教会礼拜堂用台语罗马字写基督教会的这个阿门陀字。牧师馆有这个稀烂片的水泥板，有美观兼下水的功能。咱通看伫1949年，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实施4万换1箍的政策。过2年，廖成丕长老家族毋若原地过去礼拜堂，安尼的奉献实在是予人大大感动。李永同镇长甲西丽大桥。出来，李永同兄弟出世伫1909年，日本明治42年10月初6，是西丽荷鲁克的望族。伊伫回国以后，除了担任家族的龙泉株式会社处第一，就是董事长以外，也兼任日治时代美国租合的社长。蒋战以后，伊历任国民政府台南县的参议员。蒋战初期，国民政府甲台南州改做台南县，赶派台南县虎尾区西丽镇第3任的镇长。这是对人民代表会的选举产生的。1948年，民国37年8月就任到1951年民国40年的6月以后，改做民选。伊伫公职的顶面服务故乡真出力。伫伊公职的任内，伊感觉西丽彰化两地交通不便，就大力奔走，也得到美国政府援助，促成西丽大桥的续建。西丽大桥的桥墩是伫日治时代完成，因为发生太平洋战争就中断工程。大桥复建的期间，1951年3月初3成立西丽大桥工程处。1952年5月复工，过当年1月28日，西丽大桥通车。伊的夫人李丹款姊妹协助照料工程处的人员的灌输，也接待来访视察的贵宾。去年也这个查某人也常常担任献花的工课。伊的西丽故居定定都是人客满门。李永同兄弟的老爸李龙海先生虽然信仰一般台湾民间宗教，不过早年有对将其创办人咱大笔医师学习医术，也经历基督教的教义，也甲廖成丕长老等6名基督教好友共同关建
沙利教会大东路车仔头礼拜堂。虽然爸母无受洗，却甲囡仔送往基督教学校台南中英中学甲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就学。李兰款姊妹伫子女囡仔的时，就带领因到教会做礼拜读主日学，接受基督。伊翁婿李永同伫41岁罹患当当时看做绝症的肺痨，倒病10年。即中间方便名医亲自来侍候伊食药啊，也独自挺起家庭的重担，艰苦如新，逆来顺受。夫妇两人伫这个时期受洗，成做真正的基督徒。李永同先生甲伊的小弟李金泉执事，伫1956年，也就是民国45年6月初3，伫沙利教会由吴义峰牧师领洗接纳。李兰款女士伫1958年，民国47年4月27日，伫沙利教会由吴义峰牧师领洗接纳。若毋是上帝疼甲引导，实在学得行出这个死荫的山谷。李永同兄弟51岁蒙主恩召，识到主的天家。伫白色恐怖时代，李永同兄弟也互人诬告、受掠、解送台北。伊的夫人李兰款姊妹连夜北上营救，临危不惧，智勇双全。2日后，先生得到透放，照伊的大囝李金璞兄弟转述伊的老爸第一，在生的时阵未看轻弱势者，也未巴结权势者。日治时代是安尼，国民政府统治下面也是安尼，所以就算伊有出任公职，也毋捌入党加入中国国民党来出言附势。第二，伊劝诫子女对人要谦卑、有同情心、同理心、甲平等心，毋通因为家境较宽裕，直到伫外面招摇，互别人产生艰苦心，也是卑微、无爽快的感觉。李兰款姊妹捌伫第3查某囝出世无偌久，心脏病发作，军医束手无策，来探视伊的亲友多半拢安眠得好，毋敢心存奢望。无拍算几日后，奇迹发生康复。虽然身躯赧赧毋过生养9名子女，历经人事沧桑，悲欢离合，也享有高寿。上帝的心意处处可见。李兰款姊妹一生奉行上帝的教示，在家孝顺爸母，出嫁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出面头尾拢学乐。事后大家甚得欢心，大家心母关系真融合，实在是真少见。也甲伊的小弟陈仲成先生一世人三夫妻手足情深，毋管对伫翁婿的家庭，也是后头厝遮的后辈，也拢照顾有加，是大家心目中美丽高贵、阁有智慧、宽宏大量的长者。李兰款姊妹道子道孙福寿全归，是上帝恩典最大的见证，也是上帝赐予子女最大的福气。伫主后2006年8月初2下午10点，蒙主恩召安详行完97年的岁月，永归主怀。
李运堂兄弟的小弟李金泉先生，1918年6月初9出世，伫2008年5月26日过身，享寿91岁。2008年6月初7，伫台北新庄民安基督长教会举行告别礼拜。伊的某是林素贞，伊的囝有李正彦、李武宪、李明德、李坚，查某囝有李翠娥。这张是台湾出名的政论家渔夫所画西大桥推手李运堂先生故居建筑立面图。西礼教会第5任牧师是吴义峰牧师，伊牧会的期间是1952年到1958年。这是吴义峰牧师就任西礼教会的受祭礼拜听序表。话讲延平路街仔尾礼拜堂完成了后，也就是西礼教会教士上顶峰的期间。迄个时期，教会热心推动布道甲培灵，其中第5任吴义峰牧师伫牧会期间，伫1955年12月有邀请美国籍华侨旗博士的福音会幕来西礼旧小学的网球场举行布道大会。迄时有50外位信主，是西礼教会上界兴旺的年代。吴义峰牧师任内，1957年，高调町长老组织带动布道队，伫西礼日轮仔的庄舍利用暗时放幻灯片，加上混行短歌、短讲等方式布道。这伫1950年代，吴义峰牧师甲中日兄弟的合影。1953年10月21日有举行联谊会。这是1955年福音会幕来西礼布道的传单甲相片。1956年1月初1，西礼青年团契亲牧会。1956年，西礼教会合贵学校举行的合照相片。1958年4月27日，吴义峰牧师拄偶像部分的成果相片。1950年代，迄时无电视娱乐，教会圣诞庆祝会节目丰富，差不多是全教会总动员。每一个团契也拢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做准备甲排演。这是圣诞庆祝会的节目单。1956年，西礼教会合贵学校的合照相片。1957年，为了响应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举行1900周年培家运动，俗称 PKU， 有分析启动教会。这是1957年总会年鉴顶面关于西礼教会的资料。1958年，吴义峰牧师用流利的白话字书写请示
批。这伫1958年8月初3，教会颁送吴义峰牧师离任的合照。